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嫌犯林信吴台西台南市第2分局2个警察，台南地检署正结起诉，求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国内今仔增加41021个本土病例，20来人死亡。专家预估中秋连假了，一日恐惊会有5-6万例。台湾科技大学甲台东技术学院因为财务恶化，列做辅导的名单，明年5月底阁无改善，可能就要停招。再来关心新北市永和的分尸命案，已经抓到凶手啊！警方认为死者阿兄有嫌疑，昨昏伫台北公馆抓到人，伊嘛承认犯案。伊讲伊甲小弟未合，阁有借钱的纠纷，所以才会杀死小弟。配合，好，配合，绝对配合，绝对配合，绝对拍桌配合，好，没有问题。便衣警察伫台北公馆公车牌附近，将姓杨的嫌犯包围起来，嫌犯乖乖被抓。这5日到团在永和分尸案，警方锁定死者伊73岁大兄可能是凶手，虽然该具体到案。欺负，我怎么欺负你了？借钱不还我？他借钱不还吗？不还。警方初步调查，嫌犯敢若是伫这个月初日，趁死者伫咧困梦中时阵，夜倒该抬死，并且将部分尸体等咧粪扫车。杀人的原因敢若是借钱的纠纷，以及买刀案的时阵也和监视器翕到。本案研判疑似兄弟因为长期有借贷关系那因为其弟弟也就是死者每次借钱都不还，造成他哥哥心怀怨恨。那这是初步研判的动机，那还需要专案人员深度追查厘清。警方也搁伫咧进一步调查详细作案原因，也希望会当找到死者部分被弹掉的尸体。案算伫今仔早起，将姓杨的嫌犯依照杀人、弃尸、损害尸体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的4月初2，德鲁古河火车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监察院今仔发新闻稿指出，讲正代替的局长张正元计强3个人，无尽到督导的责任，所以通过弹劾。这件意外造成2个司机员跟47名的乘客，计强是有49个人死亡，损失甲赔偿嘛超过16亿。监察委员也已经认为等人调查了，认为讲当初的代替局长张正元有疏失。加文章后来接代理局长嘛应该要负责任，负责花莲公务单标案的陈仲尊嘛有责任，所以监察院通过这3个人的弹劾案，移送天界法院来审理。再来看台南的7股伫初六，渔民出动吊车要收蛤蟆吊车无注意去卡到高压电，造成3个工人死亡。台南市议会今仔早起嘛去殡仪馆慰问家属，劳动部已经要求爱先停工，以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甲业者上班。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思考任何事了。我的支柱就是我先生，他明明就好好的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回来啊？受到讲去做工课，就无搁回来翁婿，厝内搁2个幼囝，死者的家属也是真悲伤。但7股初六发生一件鱼竿作业，3个工人煞无说离去高压电电视的意外。但市议会一透早，由议长郭信良代表前往慰问。社会大众，我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成立一个基金，那也有公布账号，让这2位孩子呢，未来有后顾之忧，能够为这个社会大众尽一点力量的关心。代志发生了，警方现场勘查发现，这3个工人工作时拢无保持距离，而且无熄火闸，嘛无安全人员伫边仔监视，所以吊车一个去交到高压电线，3个人就当场互电倒伫涂骹。对此，劳动部治安署南区中心嘛，甲现场的雇主移送检调查。那雇主已经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那这是涉嫌违反刑事责任，后续我们会移送给检察官做侦办。劳工局表示，会启动职灾劳工个案主动服务计划，协助死者家属，而且要求雇主按劳动基准法第59条补偿，其他相关违反法规的部分，全部嘛严格来追查。另外，针对甲本案类似的作业场所实施辅导，加强对事业单位宣导，防止类似的灾害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垦丁，昨下晡有2个畅醉游客渡水死亡，有民众看到2个人消息，赶紧报案找人。
也毋过找到人的时阵哦，拢已经无喘气咯，送病院急救嘛救无倒来。救护人员紧甲渡水的游客急救，屏东垦丁小巴厘岛海峡找到下晡要4点的时，有民众看到2个呛水的游客对海面消息，赶紧通报，海巡也赶到位来找人。现2位民众已经由海巡以及现场的民众把他拉上岸，并执行 CPR。那2台救护车分别将民众送往恒春旅游医院以及恒春南门医院。渡水的游客经过急救送医了后，也是不幸过往。根据经销了解，2个人被发现的时，有穿游泳衫、炸水开软管甲物件等等的基本装备，是对台中落南来呛水的。因为小巴厘岛附近的海峡水流较稳定，真侪人拢会来呛水味。但是垦管处提醒讲，也是要注意。该处是开放性的海域，游客从事海域游戏活动，应考量自身的技能及身体状况。若对该水域不熟悉，建议雇请当地的业者教练带领，避免发生意外。昨天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有可能是处于正在退潮的时候。当退潮时，有时候海水会往海里面拉，这时候可能戏水者就会被往外拉出去，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紧张。变安怎让屏东垦丁的海边啊，拢通看到生水的民众？垦管处等单位也阁提醒讲，因为开放水域无安排巡逻人员，所以民众去生水的时一定要评估家己的能力甲环境，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哦，国内今仔增加41021例本土病例，有在县市通报上千例，有20来人死亡。统计指出讲，国内中核感染的个案嘛已经超过11000多例咯。中核感染的死亡个案嘛计共有32例。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介新的说明。昨天本土的病例数总共有41021位，那这跟我们所预测的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另外境外移入的病例在昨天有275位，那死亡的病例还是差不多有20来位，就是说昨天有26位。我们到昨天9月6号为止，累积的重复感染的案例数是有11027位，其中有31位是死亡个案我们对于这个 BA.1 双价疫苗，它现在确定它是一个有效的，而且是最新的。我想它并不是一个旧产品。关于这个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追加剂跟上一剂要隔3个月，次世代疫苗它是作为追加剂来用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第3剂、第4剂，那甚至那有的符合的是打第5剂。特别放中秋连假咯，也毋过因为最近疫情又搁开始滚假，所以地方政府将对户外航班拢有限制哦。感染科医师黄立明是表示讲 ，BA.5 已经伫社区的传，中秋连假可能会造成疫情传烧，连假结束可能一日会有5-6万例本土病例。医师嘛讲，要控制这波疫情，应该赶紧开放民众注新一代的疫苗。本土病例数伫这礼拜每日增加，拜五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台大感染科医师黄立明估算，也无到BA.5的高峰，疫情也咧豆豆升悬。不过中秋过后，南来北往人群聚集，病例数有机会继续提悬到5日5万到6万。如果没有次世代疫苗进来的话呢 ，BA.5的感染人数不会比 BA.2少。BA.2 假设感染20%的人口，那 BA.5 至少也会感染20%的人口，当然时间可能会拉几个月。那现在如果有次世代疫苗呢？现在我们要打的是 BA.1 的次世代疫苗嘛？那这个对 BA.5 会有一点点压制能力。医师分析，若继续做目前的原始株疫苗，剂量超过3期，身体免疫力会减少，保护力也是有，不过会愈来愈低。那次世代疫苗也无刷得住最后 BA.5 的感染个案数，未比 BA.2较少。由医师认为，即马国内防疫政策早已经为清零转做强存，中秋无团聚、无航班，好亲像有点仔违反人性。所以除了无做疫苗高风险族群以外，民众若做好防疫措施，也是用正常生活。那快筛如果是阴性的话，再到现场的话，对整体的感染风险会更小了哈。吃饭哈，就是口罩脱下，然后一要交谈就把口罩给戴起来。那这样子其实做法是比隔板都还要来得有效啦。医师分析，若伫户外通风的所在航吧，讲话时阵用挂喙喊，其实风险会比用假放的餐厅更较低。
另外，伫自会时阵，还阁注意强用的液晶变锁空间清消，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法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贝勒法带跨党派议员早起来到台湾访问，这嘛是最近一档来法国国会第4届组团来访问，是中国解放军对台军演了后头一团来台湾的欧洲国会访问团哦。另外，美国前副总统潘斯传出讲嘛想要来台湾访问，也毋过咱国外交部是表示讲，阁还未接到通知。法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贝勒法率领5个跨党派议员，伫初7早起来到台湾，做6天的访问行程，会来觐见副总统赖清德，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这嘛是煞去年10月的参议院访团，12月国民议会的访团，还有今年6月参议院访团了后，一年来法国的国会伫第4道来组团访问台湾。这彰显出台湾跟法国友好的情谊，外交部我们表达诚挚的欢迎。我们知道贝勒发副主席他是台湾长期的友人，他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向来不遗余力。现在各国的政要人物拢相刷来台湾，安尼来引起中国不满。另外，美国进前通过11亿美金对台的军售案，中国国防部认为讲这是干涉内政，要求讲都爱需停止美台军事的联系。Well, there is no reason for China to react. These systems are for defensive purpos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providing defensive capabilities to Taiwan for decades, which is in line with ou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s. 美国国务院强调讲，会煞咧来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今麦国家传出讲，美国前副总统潘斯伊有意思要来访问台湾，嘛特别邀请当地的台侨来协助安排。潘斯伫个任内捌真济遍公开发言讲肯定咱台湾，外交部表示讲会煞咧欢迎咱国际好友来访问台湾，不过目前还无接到相关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陆军年度的联勇操演，早起伫屏东举行。陆军模拟解放军占领保利山，来演练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空军是派出 IDF 战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嘛有加力。陆军出动各种的战备来展现实力。IDF 经国号战机飞过山头，快速进场，朝向保利山头目标，连续弹连续发射自空机炮火力全开。空中火力支援也有6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发射3空猎炮、2.75寸火箭炮，针对敌方阵营火力压制，掩护地面兵力进攻。陆军联勇操演，往期重强加强合成旅为屏东本港定陆，占领保利山。陆军增加56旅，初日暗时夜光扫动周围部队，切实演练一工项目。官兵操作战车插手标称飞弹，各种火炮机枪加强分交火。幼连线 CM11 用火战车除了针对敌方防御工事连环发射105战车炮，也掩护战车移动，双方互相掩护射击。分把战车也在台兵继续攻击敌方。那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本次弹药跟射击发数打得特别多，但是这一点都难不倒我。在平时驻地的操课与基地的训练，让我每一发弹药都能精准的命中目标。在消灭敌方主力部队了后，陆军战车针对强军所存的兵力勉力攻势，高心人化射，重新夺回保利山，验证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尤其是在三军整合的一个状况之下，去战胜敌人的我们的一个战力的呈现，国军官兵是有能力、有信心，也有决心。去确保我们中华民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四川的地震已经造成74个人死亡，因为最近当地嘛因为疫情封城，民众拢无法度逃，互民众是真不满哦。美国有线电视 CNN 报道指出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后个月第20届的全国代表大会会来确定伊的第3任期，所以习近平是要透过清零的成就来庆祝伊10年来的政绩。也毋过，对8月份到今，已经有74个都市，超过3亿人口拢互关伫厝内防疫。
有2100万人的成都真侪所在当地封锁。地震发生的时阵，这个社区的居民逃命要紧，不过有一寡人互人通知爱留伫原来所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幸运逃过一劫的人讲，社区的出口去互人封起。我都没事吧？成都一个律师想到家己封关掉的，这个封锁甲地震造成倒一个重要。目前也无地震造成的死伤甲社区封锁有关的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统计，中国坚持清零政策，为8月20以来，至少有74个城市、3.13亿人生活伫个全面也是局部封控中。卫生官员认为，侪岁人注射率比较较低，也甲农村医疗健保无完善，这是防疫限制无法度放零的障碍。不过政治因素嘛有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定提倡一点无放软的清零政策。10月16，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时阵要确立伊的第3任期。伫当局用心策划，到时阵清零就是伊个人掌权10年的重要成就。不过若是疫情严重，就可能破坏这个形象。所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初5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全校就立刻改做线顶上课。不过有愈来愈侪民众对无重点的限制，也甲经济变差愈来愈失望。湖北武汉就发生居民大声喊解封，不过尾啊，警方赶紧来维安的影片伫网络传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彦中表示，中共面对20代，希望确保社会稳定，领导改善换班顺利。国康卖讲损害习近平个人领导的名声，未来可能有更加侪城市会封锁。不过，基于对疾病的老病母烦恼，政府提出清零的必要性，虽然民众心肝不满，却也未到真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已经掌权12档哦，第4位首相特拉斯找来这任掌声就职，伊对中国的态度是正硬，伊嘛讲无法度阻止中国变强，也毋过西方国家哦应该保证台湾会当自我防卫。伊组成的内阁多数拢是伊的好朋友，嘛是英国史上哦聘用上济毋是白人男性的内阁。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找来去苏格兰高地巴尔莫勒尔堡，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面前，甲强生进行前后真交接了后，马上登去伦敦，当年10号发表就职演讲。伊将经济、能源甲国民保健体系列为3大市政优先项目，承诺会透过减税改革带动经济成长。We will transform Britain into an aspiration nation with high-paying jobs, safe streets, and where everyone, everywhere has the opportunities they deserve. I will take action this day and action every day to make it happen. United with our allies, we will stand up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recognising that we can't have security at home without having security abroad. 就伫影响民生经济上厉害电价调整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将压到的消息指出，特拉斯计划提供政府贷款和能源业者的方式，互家用电价维持伫目前的水准。18个月未过去，也就是下一摆大选的时间，按算会需要1000亿到1300亿英镑的经费。I think that the new Prime Minister will, in many ways, disappoint the country. I don't think she's going to be the right fit for the job. She used to be a Liberal Democrat, now she's not. She used to be a Remainer, now she's not. She used to support giving aid to Taiwan, then she didn't, then she did. She's a little bit all over the place. She's got quite a poor reputation. She's not very popular with her peers. 特拉斯迄一天马上公布新内阁名单，全部拢是好朋友政团亲信，相亲来自非洲加纳的跨唐担任财政大臣，英国甲非洲西亚山后代的科维利担任外交大臣。相亲来自肯亚加摩里西斯、印度的布瑞佛曼担任卫政大臣。英国史上头一摆首相府财政外交内政4大部门，拢是毋是白人男性。就连国会当边第一摆由女性温蒂莫顿来担任，另外保守党真侪有名担任前政府，亲像拉布、巴特等人，全部退回国会议场上后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原子能总署公布，因派专家去乌克兰了解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相关的报告，嘛做出讲应该爱设安全保护区的建议，要求讲伫核电厂附近的攻击，得爱随重点，来避免发生严重的灾难。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专家发现，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受大范围的破坏，呼吁立即停止伫咧核电厂附近的炮击。IAEA 虽然公布上新的报告，并无针对核电厂的损害提出指责，不过攻击若无停，会有发生灾难的风险。The physical attack,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received, and that I could personally see and assess together with my expert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We are playing with fire, and something very, very catastrophic could take place. 报告内面讲，专家因伫厂内诚侪所在拢看到俄罗斯军事人员甲军用设施，包括古罗台停伫咧乌伦机厂房内面的军用卡车，建议驾车对可能影响安全运作、安全系统甲设施内面闪走。莫斯科否认利用核电厂做盾牌，讲军队伫遮是维持安全。We know and we observe that the operators at the plant were operating under extremely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together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and vehicl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it. 伫咧报告公布进前，初六即天，伫核电厂外口的冲突依然无停，安赫德市传出爆炸的声音，电也失去，俄俄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前一天，主要的供电线甲电网阁断去，用备用线路向电网供电。От як кажуть, для галочки. Вони подивилися, вони зробили якийсь свій висновок. Так, вони залишили 2 спеціалістів. IAEA 专家团队伫这个月初经过几多遍协调，摸到炮火攻击的危险，正日3月就和俄军占领。到即马依然是乌克兰技术人员操作的欧洲上大核电厂。对俄战争了后，几多遍的冲突可能发生的核灾风险进行评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罗西亚又搁限制天然气出口欧洲，所以德国宣布讲，本地特别退休的2座核电厂要继续运转到明年的4月份，先度过这寒冷，才搁来拍算。德国甲法国嘛有共识，今年的寒冷，两个国家伫电甲天然气的互相来斗相共哦。法国嘛呼吁民众特爱节省能源，同齐来度过难关。德国政府周五宣布，经过电力供应的压力测试显示，在极端的压力之下，德国南部2座特别伫年底度役的核电厂对德国甲欧洲的能源供应是真重要。所以这2座核电厂要继续太平到明年4月期间，未增加电力，只为应付紧急状态。Sondern das, wie ausgeführt, für diese Zeit, für den Winter bleibt das Personal und all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da und erhalten, sodass sie wieder hochgefahren werden können. 哈贝克强调，恢复加远有关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北部的核电厂到年底也是会按照计划对役。俄国已经完全切断透过北溪1号公线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五强调，因为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制裁，造成北溪1号的芳心无度维修，所以停止输送天然气。错无伫俄国，又过回归到欧洲目前的现实面。气管的能源计划也带动物价起。法国主要靠核能发电，对天然气的需求较细。德国总理肖兹甲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透过热线会议达成共识，今年的寒天能够将互相帮助。法国对德国输送天然气，德国向法国输送电力，共度难关。La France est exportatrice de gaz vers l'est de l'Europe. Nous allons renforcer cela et nous mettre en situation d'être solidaires sur le plan gazier avec l'Allemagne si l'hiver est difficile et que l'Allemagne en a besoin. 唔但输出天然气，马克龙也呼吁法国民众甲企业，伫接落来的几礼拜，会当主动自发节省10%的能源，来避免到时阵可能发生限电的困境。另外一方面，面对俄国断气造成国际全球天然气的交易继续起，为了避免能源界爆发雷曼危机，北欧的瑞典甲芬兰政府也宣布对国内电力公司提供总金额大约超过1条代票的债务担保，协助度过财政困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这礼拜将访问天然气生产大国卡达，针对欧洲能源危机举行会谈。公司新闻景完全编译。过来的消息来看，国民党籍劳动队长吴秋玲，今年的3月3日，甲一寡校长和家长会长食饭，去送酒，互检举讲有贿选的嫌疑哦。昨宜兰地检署嘛发动搜索，甲店长带回去侦讯，后来店长是以20万交保。
劳动店长吴秋玲被带去地检署复讯，因为伊被检举讲涉嫌伫今年3月30，甲一寡校长还有家长会会长咧食饭，涉嫌送酒贿选。除了吴秋玲，公所的主任秘书蔡依杰、民政科的科长朱昭安，还有行政室的主任赵芳芬，这些主管拢互检调叫去问，面对镜头，因拢无加讲啥。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吴姓候选人设有重嫌，但无羁押之必要，依之以20万元交保。检调进前接到检举，讲吴秋玲伫今年3月底，伫罗东镇的某一间餐厅用1道4500价小摆4道请选民，伫食了后，佮送每一个人红酒1罐，所以检调伫初6团吴秋玲，还有受招待的选民拢总20外人。伫问了后，认为讲吴秋玲涉嫌违反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今仔再去20万交保。真的也是要感谢所有的这个各下公所配合的这些职工，像家长会长跟校长。交保了后，吴秋玲伊照常出席活动，防讲贿选。伊法院拢讲选举选到这落形的感觉真奇怪。伊咧强调讲，迄当阵伊是用职工的名义，和家长会会长、校长做伙食物件，感谢因长期来配合公所的教育政策。想袂到讲检察官认定讲教育界的人士无符合职工，认为讲是伊去拜托因来选举。因伫进前，吴秋玲则卷入去宜兰县县长林志妙的弊案，因为查无涉贪的证据，去予检方甲签结，不知个是毋是有牵涉行政威胁，已经送监察院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哦，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名单互公布，那也口说讲拢是政治人物的第二代，也毋过林也嘛指出讲蒋万安的团队正二代嘛袂少。蒋万安是强调讲，伊团队的正二代拢是民众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甲陈时中的无共款哦。黄珊珊是讲伊的团队是无这个问题。江苏示范市长的旗卡，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伫边仔详细听，关心用伫议题。不过最近竞选团队名单出来，成员包含真侪行政首长的囡仔，也互南亚靠说是正二代联军。另也反击蒋万安团队内底也有正二代。看到他们公布我团队的名单，这些都是经过民意的洗礼。民众投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这跟他们的团队是完全不同。大家在讲正二代、正几代，其实在攻击什么？就攻击说超乎他所有展现的能力，突然跳到比较高的位置，受到他父母的一个地位。正二代加入蓝绿选战共同议题，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表示，若有测出各自疑虑，应寻求法律定数来处理。劝化战无意义。一群正二代帮着陈时中去打一个正四代嘛，像我就没有正二代这个问题啊，对啊，就是大家都会接受评价吧。小岛选战竞争起来三卡都民调差不多济。黄珊珊认为提出政策环境上重要，陈时中表示会就政见来做突破，无做其他的小动作。蒋万安是回应，民调只是参考，会加倍努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外资上新的报告指出，讲台积电因为先进制程哦，其中6奈米晶片的订单互取消上济，所以停止4代基台的生产线路。消息传出，嘛造成台积电的股票落16.5块，收伫472.5块。今仔台湾股市嘛落到14410点哦。有分析师就指出讲，最近电子业的表现拢无介好，恐惊爱等明年第4季哦，清库存了后，表现才通期待。最近这10年中秋节前后下跌几率有70%。台股中秋变盘趋势会较落，监管分析师表示，主要是投资主力年假前短期增压调整，不过长期趋势观察，消费性电子需求减少，成熟制程电子类股面临销库存的压力，今年下半年恐惊旺季未旺。销库存这笔货已经烧向先进制程台积电，初7台积电的股价开价走低，盘中最低捌落到475.64块。前几周就已经知道说，台积电在6奈米跟7奈米这边，它的产能利用率已经有下降到接近90%。那这一次听到那个5奈米，大概也会下降到92%到93%这样的状况。外资摩根大通公布上新报告指出，台积电面临联发科、超微、高通、辉达等4大先进制程客户抽单，头一届关4代 EUV 极紫外光机。
月3年减少1.5万片，每年获利恐惊衰退将近1成。消费性电子，甚至在智慧型手机，有慢慢延伸到包括伺服器跟云端运算。国政府也有可能在未来会比较限制相关 AI 加速器的一些晶片，那么出口到中国会逐步的影响客户对它的一个下单量。伫台积电带头人。早盘台股指数也是开低走低，盘中最低来到14410点，跌到267点，多空起落。电子股为了消库存利空影响，外资持续卖超。不过台湾时间七八透早1点，苹果新机上市，是不是为大涨电子供应链导入起价划船，也需要观察新机的优点，是不是受到全球消费者市场的介意。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阻止改造称机的法案，行政院初步开始列管一寡相关的零件进口，也毋过嘛引起业界的反弹。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讲，目前只管制进口，对出口是无影响。也毋过，玩具厂协会是认为讲，政府的这款政策根本是无法度解决问题。对，那刚讲其实现在在市面上。向远远的所在射击生存游戏爱好者，一人一支佚佗名称，享受用枪的刺激甲快感。都惊佚佗名称互有心人改造，成做强大杀伤力的武器。行政院有新的规定，为进口源头列管机动零游戏枪甲相关零件。我们都有跟业者来做相关的协调、沟通、开会，所以这一点我想不会有问题。另外，我们最主要，我们玩具枪业者很多都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包含单风枪、空气枪、加速枪等机动零金属游戏枪甲相关零件的数值未纳管，因为政府的烦恼改造枪机真泛滥，危害社会治安。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只有管制国外数值，国内佚佗名枪业者生产出口无影响。不过政策一出来，依然引起部分反弹，各互人批评治标无治本。一把枪如果没子弹，它就是一块铁嘛，对不对？那如果有100把枪，只有1颗子弹，那它也只能打1发嘛。所以子弹其实比枪这个事情危害性更重。业者认为游戏枪被改造用来犯案只是少数，那针对枪支管控不如管制枪支，因也烦恼，万一国内阁发生重大枪击案，政府阁摕游戏枪开刀，到时阵不止管制进口，都惊要出口也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委高家属的家暴案，互外界发现讲，虽然无动机的另外一半，嘛有受到家暴法的保障哦。也毋过，若属是刑事案件，警方嘛是无法度强制介入来处理。今仔日立法院有一场公听会，要来讨论讲要安怎来修法，那么做伙来了解。即使现在我们1年的案件将近10几万件。可是真的有为同居亲密伴侣来申请保护令成功的，才400多件。将捌受过家暴的经验转化加做帮助受害者的力量。立委郭家儒出席家暴法修法公听会，甲立委还魂推动未同居伴侣条款应准用刑事定数，希望弥补目前执行面无够的问题。未同居伴侣条款并没有准用家暴法的刑事程序。导致被害人报警之后，警方无法进行拘提、逮捕等强制作为，法官也无法以预防性羁押，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立即中断暴力行为。未同居伴侣之间的暴力案件每年增加，5年之间已经提悬3倍。不过，院警面对同款的案件，无权强制介入处理。民团呼吁未同居伴侣条款也应该甲同居伴侣、已婚伴侣有同款的保障。内政部、警政署甲法务部拢回应支持尊重卫福部修法方向，不过司法部法官就无同款的看法。法务部对于这个方向是支持的，因为如果有这样子的可以准用的规定，未来检察官在案件处理上相关的这个紧急的强制处分措施，也多了一个可以运用的法律依据。未同居的亲密关系的伴侣，他的对象其实是蛮广泛的哈，那他的状况也非常的多元。那
如果说是适用直接准用到这个刑事程序的话，可能会有违反刑罚迁移的原则的这个疑虑啦。目前卫福部所提出的家暴法修法草案已经送到行政院，按算在9月14审查，各召开跨部会讨论会议。那确定了后，对送立法院进入实际审查。范云也表示，会提出家己的修法版本，来更加完整保护亲密关系暴力之下被害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县市伫2019年底合并升格，目前人口是台湾第2多，也毋过有真侪县市各界的道路已经10月东路拢无做处理哦。亲像北屯的南兴北二路，要到附近淡水区的中兴北路，就爱搁爬楼梯哦。咱做伙来看卖。老阿厝一栋一栋起，北屯区是台中市人口上侪的行政区。不过，这条南兴北二路往西边行到底，却是出现出入无通的标志。想要到隔壁的潭子区中兴北路，就要落楼梯。当然是比较好了，问题是这是钱的问题啊，看政府要不要弄啊？因为你打通一边高的太多，高的1-2公尺呢。这个路没有打通了，实在非常不方便，要衔接才会带动地方的繁荣。建议说要衔接下来啊，才会方便。为空照度来看，这拄好是台中旧市区甲县区的交界。东边是原市区的北屯，西边是原县区的潭子。县市合并计要12年，但是相关的道路系统煞无整合。潭子头家东里的民众想要去北屯的大坑风景区或者是卖场，只会当看到近路伫咧眼前，煞无法度骑车开车通行。地方的发展也因此受限。市府表示，潭子属于台中整体区域地理分区的丰原山社核心区。2019年11月开始计划整并，目前当伫咧进行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作业。交通系统问题也伫咧讨论范围之内。是由原台中县政府及原台中市政府分别进行规划，因两者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年度及审议时间不同，很容易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及联系，导致道路系统规划出现不完整的情形。都发局强调，配合台中捷运系统北屯捷运机场区段征收区的道路系统，新增另外道路，以方便北屯甲潭子之间道路系统的串联。最近也开始办理潭雅新地区的都市计划草案公开展览，市交会听各界的意见，促进地区的整体发展。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云林县高铁的沿线，这几天因为地层下陷真严重，竟会去影响到高铁安全。农委会对2013年就提出奖励，望讲减少农民抽地下水，所以鼓励种稻仔的农民改进别项。也毋过去年这项补助煞暂停，县政府嘛已经搁向中央争取到经费，明年开始会搁继续提供补助。云林高铁沿线地区是地质下陷严重区域。其中，云林土库段一年下陷6.5公分上严重，恐惊危及到高铁安全。农委会2013年针对云县内好尾土库完整和北港高铁沿线道边这边1.5公里，提出减用手奖励鼓励稻农转作，但看在去年暂停办理。只要不是种水稻类的话，其实它的需水量真的会差很多啦。嘿，这是实在话。只有说实在，在云林这边就是水稻的需求。地下水的需求量是最多的。为了鼓励高铁沿线的农民，会当第一期休耕还是转做用水较少的作物，云县府持续向中央争取，希望来予颁奖励补助近期通过核定。除了会当领取利息奖励金外，阁会当领转做金3万块，还生产环境维护金42000块到52000块不等。高铁线周边1.5公里的部分，它针对绿肥的部分，原本是大概4万5，每公顷4万5，然后这次会加码，就是如果在一起去做推动的话，它可以加码4万2，所以总共可以1公顷可以领到8万7。成本就差不多，搁挂安怎？落肥料、转药啊，上盖无拢爱2万超过。当地农民表示，面对近期人工肥料成本提高，若奖励补助增加。也有农民提高转做意愿，这农业处就讲，县内高铁沿线4乡镇的农地大约4000公顷，嘛希望透过推动农地转换做奖励，3年内达到调做1700公顷转出的目标。记者有报道。
台东县开19亿6千万，甲16栋前起好，一直无使用的粪扫焚化炉买回来，经过征收，今年2月份开始撤销哦，目前嘛准备要验收咯。也毋过，那环保团体抗议，有县议员嘛质疑讲，撤销的结果拢无公开。环保局是表示讲，焚化炉嘛是依照规划进度，伫今年9月份验收改善了后，开始来试营运。环保联盟台东分会带几个成员前往县议会，提抗议标语伫边仔听，向议员甲县政府官员表达反对台东县粪扫焚化炉重开。有县议员质疑16年无重开过的焚化炉，今年2月整修好撤销。不过环保局却无对外公开测试结果，要安怎让民众相信袂造成环境污染呢？我们台东人不希望有污染的空气，我们希望能够保存我们台东洁净的天空。台东县粪扫焚化炉，县政府接受仲裁结果，以16.6亿买倒转去，搁改新设备。今年2月撤销。环保局强调，新的设备环保标准拢比国家标准搁较严，袂造成污染。毋过环保炉运转一天爱处理300栋的粪扫，才袂了钱。台东县逐天的粪扫量差不多100栋，必须靠乌旧的安排场粪扫来补足。即马搁面临台东市粪扫安排场活化工作无顺利，互环保局保留补助经费，可能会搁造成粪扫量烧了无够。不过环保局表示，会搁争取经费，一旦粪扫焚化炉试营运，粪扫处理量就会达到标准。不是马上挖就有办法再去焚化厂烧，因为都有土什么，都要经过筛选跟分类，自收物还要把它分出来，然后那个可烧的分出来。环保局向县议会表示，台东县粪扫焚化炉目前进入工程完工验收阶段，暂时未烧粪扫，一定9月验收完成，进入试营运2年的阶段。县议会是要求环保局爱将撤销结果向议会报告，消除各界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7、8月份哦，因为天气真烧热，佮无雨水，受影响的水产养殖园区的拉甲台湾鲷是死真侪。虽然是有下天然灾害补助条件，也毋过养殖业者表示讲，因无经过认证，领袂到补助，因望讲政府会当来放软规定。来花莲受影响的水产养殖区路边一堆拢是最近死去的拉，落水凊彩估一个嘛无半粒是活的。养殖业者怨叹7月到8月时阵，高温阁无落雨，阁加上农民奔走阴残的用水，拉甲台湾鲷大量死亡。那高温那个真的是拉，它死亡哦，就是很快，整个面积，像我这次100%都是完全没有收成。它家的面积超过200多公顷啊，那死亡大概差不多50%以上。根据县政府的资料，拉下养殖总面积是20多公顷，受损差不多8公顷，已经超过25%，达到天然灾害补助标准。不过台湾鲷部分目前也无补助。呼吁我们的受害渔民让检附相关的证件就是养殖登记证，还有这个水禽登记证，那以及那个放养量的申报，这些资料到我们当地的寿丰乡公所来做一个申报。不过，为少养殖户因为无申请养殖登记证，无法度申请补助，国家鱼仔死亡的财损认定，养殖户甲县政府无法度得到共识，所以也是希望赶紧开挖抢钱。他到现场看的只有寥寥几条，他就觉得这没有灾损但是他不知道是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目前只有完成第1口井，第1口示范井，然后第2来后续的这几口就要看县府有没有办法来争取预算啊。养殖业者是讲，已经10多年无拄过遮久无落雨，今年每一地损失每公顷100多万，就算补助落来，每公顷嘛才12万5，真正是无够啉喙大。望县政府其他10口深井会当赶紧完成，才会当提供稳定的水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苏豪体场审议会这2天开会，昨暗公布头一批专案辅导的学校，高湾科技大学甲台东技术学院因为财务恶化、欠薪水，麻烦处罚，所以列伫名单内底。另外，今仔中昼嘛个公布讲，中州科大甲台湾首府大学嘛伫名单内底，但是明年5月底进程拢无法度改善，上紧后学年特别停招。苏豪体场审议会伫8月底组成，确定审议规则了后，9月初6和初7连续开2天。体场条例公告实施进程已经放列做专案辅导的台东技术学院和高湾科技大学，拢因为财务严重恶化嘛，影响学校的运作，而且佫欠老师薪水被裁罚。
改善期限到112年5月31日，将规定两间学校要伫1个月内提改善计划，由审定会组成8人至15人辅导小组，实际到学校拜访。比如说，你的财务指标要达到你的至少要可用资金3个月。假设他到了明年的2月、3月，辅导小组认为说他已经达到这个指标了，那经过我们业务单位再来做一个确认之后，初步认定大概有达到，我们就会提审议会。对退审会的决议，高湾科大自救会表示，虽然无满意，不过也会当接受，因为学校放列全副是董事会跳票无关钱，只要会当伫改善期限内底解除列管，学校也是会当继续经营落去。在加速让法院呢赶快来这个解散这些董事会，教育部的董事让这一些人呢赶快进到董事会来，然后让学校的这个可以正常去运作。另外，台东技术学院因为学生减少已经停止招生，教育部表示，若是每年也无解除列管，也是要停止招生。但是高教工会认为，教育部应该赶紧介入，让董事会全面改组。这也不是说很简单改组总人员，但至少它能够避免人谋不彰，在过去常发生在学校退场之际，这个董事会一些不正常作为。教育部强调，退审会目前先处理大专和高中职的部分，国教署嘛当地检视主管学校，若有符合条件甲规定的，会陆续提到审议会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为着要活化历史的建筑，投入2亿，用3天的时间接受台北刑务所的官设。新园区今仔开幕，市长郭文地是表示讲，台北市有超过500位的文化资产哦，年底还有2位返柜会当开幕。也毋过，这老建筑安怎会当好好维持营运，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大喙食日本式的hàng丸啊，一喙煞一喙。台北市长郭文地食甲真有滋味。这个所在是原台北刑务所官舍，横跨1世纪的日本式建筑物。伫台北精华区，为着活化文化资产，台北市采取公私协力，用旧厝文化运动计划媒合营运团队，打造营饮时光生活园区，初期正式开幕。透过公私协力的方式来做这个修复。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排，你知道吗？是花了3年的时间超过2亿元来完成。我到现在为止，它是一个硬体的修复，将来怎么去长期营运，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营饮时光生活园区引进养生体验、餐饮文化、甲亲子优先等15个品牌入来，阁有设社区保健室，提供健康照护咨询。同时，阁设置历史文化展示空间，也甲无障碍参观动线，营造全年龄会当共游共学。肢体障碍的朋友，坐着他的轮椅车来到这里。妈妈推着孩子，不用坑坑巴巴的，推着他的娃娃车到处去。那这里可以提供到这2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原台北刑务所官舍是1905年完工的原台北刑务所的狱政官员宿舍，较早是台北家乐、台北新文学之父赖和、台北文化协会创办人蒋渭水，拢捌关伫这个所在。抗日烈士罗福生原来伫这个所在受刑。1998年，台北市文化局指定台北家乐围墙遗迹是市定古迹。并且伫2013年订立台北刑务所官舍是历史建筑。记者综合报道。瓜病是国病哦，肝癌是咱国人10大癌症的第2名。台北营总团队上新的研究发现，讲肝癌的末期接受免疫疗法的患者，若是肠仔内底有好菌哦，治疗的效果就会袂歹，存活率嘛会提悬。这是一款全新的研究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粪便总是互人感觉垃圾的印象，不过台北营总上新的研究发现，粪便内底的好菌对于肝癌免疫疗法的治疗反应良好，存活率原来明显提高，尤其是对遐个肝癌末期也是无度透过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治疗前一个好菌的一个存在，那事实上对于治疗的免疫治疗的一个效果，它的反应是特别的好。那当然，如果是一开始的话，坏菌比较多的话，那反应就会相对的比较差。研究团队为2018年开始，针对肝癌接受免疫疗法的41个患者，伫治疗前收集粪便检体，并且甲17个健康民众的粪便检体做交叉分析，结果发现粪便内底有较侪毛素菌，毋过较少普雷厄氏菌的肝癌患者，伊的存活率的中位数会当达到22.8个月，差不多是1年10个月左右。
肠的一个血液要经过我们门脉系统回到肝脏，所以肠肝之间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联系。所以当一个好菌多的时候，它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免疫反应在我们的肝脏的一个体系。那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好菌多，那有机会让免疫反应，特别是肝癌的免疫反应治疗效果会提高。研究团队强调，这是研究成果，是全球头一届证实，肠道细菌是肝癌免疫疗法的生物指标。未来有助临床医师选择更加适合肝癌患者的治疗方式，来对抗肝肿瘤，降低肝癌的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要到咯，虽然最近疫情又搁开始炭烧，也毋过为着要互社区的老大人会当轻轻松松、健健康康过节咯。有妇人社伫礼拜日伫大东区帮老大人加头毛、检查身体、加喙齿，医师嘛呼吁老大人哦，爱赶紧甲疫苗做好做满。提出加头毛的技师，以早逐个月拢至少会办一届公益义诊的团队，一礼拜是疫情2档外来头一届的活动，要帮社区的时段来加头毛，让时段会当轻轻松松过中秋。平均期是1个月一次，那因为碰到疫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疫情结束的第一场就在这里，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可以回馈社会。义诊团队表示，所有成员拢至少做3档的疫苗，嘛做好消毒甲防疫的工作，一切准备好，就加入这届妇伦社的公益活动。唔那义诊，嘛有医师社友加入义诊的行列。疫情期间，老年人们他们的活动比较不方便，我们才来这个地方亲自替他们做检查，来亲自服务他们，比较不会让他们有在感染的风险。结合我们职业服务，把有医生做一个义诊，有美发师，我们做一些义检，然后我们深入社区里面，然后做一个在地的服务，大家都可以出一点力啦，把扶轮想要做的事情带到里面。贵界会医师嘛，鼓励时代爱去做疫苗来增强抵抗力。嘛，望讲有愈较侪妇伦社友透过家己的职业专长来服务社会，行入社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几档日本有一个盲青出租先生，伊甲家己说出去，陪伴孤单的人听因讲话，陪伴伤心的人办离婚用途是个袂少。出租先生前2档嘛，互画做放假，改编做连续剧，这份工课伊嘛阁继续做。伊讲会当帮助别人，阁会当有收入，伊真爱这份头路。伫无阿穿白写字卡其裤打扮轻松的伊，就是最近伫网络正红的日本出租先生松本雄司。台湾大学毕业，现年38岁的松本雄司，原本伫一间出版社工作，毋过伊常常叫同事批评伊啥物都无做，互伊感觉家己伫公司互人看无，所以4年前决定甲工作辞掉，要用别种方法来饲一家伙仔3个人。自分の何もしないっていう部分を逆に押し出して売りにして。何かこう人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それを提供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みたらどうなる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興味が湧いた。それをレンタル何もしない人として活動をし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松本雄司伫 Twitter 以出租申请的名义，敢为人提供陪伴听讲的服务，真正就是啥物都无做，无想到各种邀请真多，其中一个就是27岁数据分析师千田。这天出租先生接到任务，就是爱陪穿印度纱丽、穿水水的伊啉茶食点心。なんか友達と一緒だとなんか友達を楽しませなきゃみたいな気持ちがちょっと出るんですけど、レンタルさんだったら黙っててもいいかなみたいな。除了陪人食饭，松本雄司佫捌陪人牵狗散步，陪人签离因手续，也是听上班族嘛定时食的。不过记出来成方便的工作内容。松本是讲，伊出租家己，啥物嘛无做，意外安慰袂少孤单的心。这个故事佫互人写做册，画做红仔册。2年前佫改编做日剧。虽然日本社会对伊的评论好歹拢有，不过松本认为伊证明家己毋是无路用的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
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